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9月2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第49节到56节，耶利米书第32章36节到44节，马太福音19章16节到2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军队。咱昨有讲到富有的人，耶稣基督对这个当时欺压丧凶人、工人以及弱势者的有钱人有真强烈的批判。伫昨咱咧分享的时阵，结论的部分，牧师也有引用到今日咱所要讲的经文。耶稣基督甲迄位真有钱的官，也是少年人，伊讲：你还阁欠缺一项，就是去变卖你所有的产业，将钱来捐互丧凶人，你就会有财富积聚伫天顶。然后来军队我，这昨用路加福音18章22节的经文讲的，甲今仔日的马太福音19章16节到22节是相同的。这是对好囝的人的提醒，也是互这个有钱的人。的一个警告、悔改的机会，搁较是对这个有钱的人的一个呼召。领受呼召，军队上帝，这是耶稣咧对有钱人所讲的重点。耶稣基督对迄位有钱的官所讲的，都爱变卖财产。就爱捐助互这个丧凶的人，过来就爱军队耶稣基督。甚至耶利米受关伫巴比伦的王宫监狱的时阵，上帝嘛对伊讲，上帝安尼讲，人拢讲，即块土地要真做拍远，无有人也无有动物，无毋得。犹大逐城市，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，拢拍远啊，无有动物，也无有人伫徛起。但是恁要伫这个所在，搁一届听见欢喜甲婚宴喜庆的声音。恁也要听见人伫圣殿内底献感恩祭的歌声。因要唱，也要感谢上主万军的统帅，因为伊是至善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我要互恁来回归伫故乡，重新整理恁的家园。我上帝安尼宣布啊！以色列人所期待上帝的怜悯。就是讨放因对受掠的巴比伦，归回到应允之地。上帝的话讲：我要互恁倒转去故乡的土地，重新整理家园。归回，搁较清楚来讲，就是原本已经离开上帝真理的道路，这以色列人爱回转来军队上帝。这是亲像耶稣基督甲富有的官所讲的，来军队我。咱倒转来今仔日的经文马太福音来思考，耶稣基督所讲的教导。如果你要达到更较完全的地步，就爱变卖所有的产业，将
钱捐互送乡的人，你就会有财富积住伫天顶，然后来军对我。伫遮有几项代志，咱要来分析。第一个，搁较完全。耶稣基督伫马太福音第5章48节教导伊讲：恁着爱完全，亲像恁的天父是完全的。这是互以色列选民的目标，也是咱正做基督徒的基本要求。第二项，伫经文内底，咱看到，伊才讲到卖掉产业。这就好若亲像撒该的作为共款。当伊反悔的时阵，就将全部的产业来摕出来，也佮亲像耶稣基督所讲的，迄个路德穿过这个尖片，路德要穿过迄个称作尖片的细门，必须爱将路德身上所有的货物财物全部来写落来，只有安尼才会通进入迄个细门。第三项代志就是捐助互送乡的人。咱搁一摆来看撒该悔改了后的作为，伊不但讲我要归行四倍互我欺诈的对象，撒该搁较亲像耶稣基督的教导，要将一半的财产互送乡的人。伫经文内底佫讲到来军对我，可能咱会问讲，这个财主只不过是在问怎样会通得到永远的活命？为什么耶稣基督会讲来军对我？对这个代志，咱应该对耶稣基督伫约翰福音14章第6节的经文安尼讲：耶稣讲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若毋是借着我，就无有人会当到爸遐去。所以，要得到永远的活命，归回永远之地，进入上帝的国度，唯一的方法就是着爱军队基督。咱看这位少年的财主，伊听到耶稣基督的呼召了后的反应。圣经来形容伊讲，迄个少年伫听见这个话，就头咧咧，无欢喜来离开，因为伊非常的好业，因为伊过头看重所拥有这的财物，伊无愿意亲像路德身上这的货物来写落来，也因为安尼，伊无法度进入上帝国这个尖片的小门，也就无法度得到永远的活命。诗篇119篇49节到56节，求你会记得你的仆人的应允，因为你互我有盼望，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。对你的应允，我得到活命。骄傲的人一直侮辱讥笑我，要求我毋捌偏离你的律法。
上主啊，我会记得你古早以来的规例，对才会得到安慰。我因为遐个气杀你律法的歹人，去大受气，亲像火得倒。我无论出外去叨位，拢用你的规例来做诗歌。上主啊，我迷是会记得你的同在，遵守你的律法。我得到福分，因为我有顺探你的律例。恳求上帝帮助我明白怎样来跟对你，无互阮用家己的想法来做，愿意诚心实意，一步一脚印来跟对，得到主的欢喜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